多利分封。喂，多利也是有分封的。台风。喂，我干嘛接你的？我的小朋友教我的这首歌，他们今天没办法来，然后明天也许他们 maybe 有可能会上台了，就是邀请他们上台跟我唱这首歌，这样送给大家6个字的童谣娃娃。哦，还没休息哦，还没我先喝一口水吧。来，先敬各位好不好？不管有没有茶，好不好？我们举杯一下，对，谢谢你们的来，对，待会慢慢的走，干了。听说捷运都不会停哦。好了，算了。哎，怎么有冰水？很热，把那边的冷气关掉嘛。娃娃在阿妹组里面是孩子，那这首歌其实它有很长的歌，其实它不是只有这6个字，是因为它有很多的歌要组成在一起，有成人部分的，有年轻人部分的，最后才是孩子。它其实是在讲说男生跟女生怎么制造孩子的过程。是他吗？是。后来我就只截取最后面，因为小朋友他的记忆力只有这一页五娃娃五娃娃一页五娃娃一页五钱给他扣，就这样的这首歌编了一下，感谢祖先编了这么好听的歌曲，为大家带来娃娃。后面有方语，很多字哦，不好意思，这花了我2天的熬夜，打完忘了存档。刚好昆虫掉下来，它按取消。一句就对着一句，你们就知道我在唱什么。娃娃啊。接下来要唱第4句。
有没有回到孩子时代哦？再一次，如果吉他结束之后，你们一起唱好不好？好。要唱的比我大声来。亮起来。咿耶耶呜哇哇，咿耶耶呜哇哇，咿耶耶。一起唱没有关系，唱不好没有关系，来开心唱，起来。咿耶耶呜哇哇，咿耶耶呜哇哇，咿耶耶呜哇哇。耶耶呜哇哇，咿耶耶呜哇哇，咿耶耶呜哇哇。给自己拍手。